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4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台南的检方侦办台盐60供电弊案，有约谈34个人，尾也是向法院声押将台盐60的董事长陈启玉等5个人，也有6个人是交保，其他人是请回。台南的地方法院开机押定开7点半钟，伫今日透早4点半是裁定驳回。陈启玉等5个人当场放人，若检方不服，会当提出控告。检调侦办台盐60弊案，大动作搜查台盐甲子公司台盐60，传回34人定性。幸好针对台盐60前董事长陈启玉甲2名台力高层，也有2名包厢负责人，向法院申请羁押。均涉犯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1项第2、第3款特别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犯嫌重大，且有逃亡、灭证及串供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方调查前台盐60董事长陈启玉涉嫌受贿前台盐60总经理苏坤宏。将台南7股真济台盐土地用证券的介绍交予荒废甲调用土地开发，利用公田和互保款项，用台盐60公司甲相关外包业务签约，各用违约赔偿者名义，将台盐60的钱赔予外包公司。相关的手法金流，拢爱个调查清楚。公司营运一切正常。本公司已于去年和今年主动将资料移送检调，将配合厘清案情。检察认为，陈启玉等5人涉特别背信等罪嫌，而且有串证的可能，申请羁押禁见。台湾地院昨尾仔开始开羁押庭，这经过7点半钟时间的审问，伫今日透早4点30分，全部裁定驳回。记者综合报道。今来关心天气，今年第20号风台潭美风台按算伫今仔日会通过李宋岛，会进入南海。风台虽然未来台湾，也阁会影响咱的天气。咱来看分图。受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互相影响，气象署是提醒讲，今仔日到明仔载，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温度拢会下降，而且雨会较粗，有大雨也是大水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落雨时间拢真长，其他所在伫今仔日是好天到多云的天气。因若受东北季风加上风台外围环流相同影响，早暗所有是透风雨，真侪点头已经提早收淡。若停伫江翠的船只嘛，明显有变较济。宜兰县政府是宣布讲，准讲今仔日雨伤大，有去影响到交通，也是影响上课、上班的安全。各机关、各学校会当家己决定今仔日敢要停班停课。潭美风台加上东北季风互相影响，气象署是讲，对今仔日开始，宜兰就会上大雨，总累积雨量有可能会达到900毫米。因若昨暗宜兰已经开始透风雨啊，所以有真侪点头拢提早收淡。因若宜兰县政府是宣布讲，若是县内的机关和学校校长今仔日家己会当斟酌看卖，家己注意。总讲风雨伤大，有淹水，有影响交通，影响水电，出入较困难。安尼就会当家己宣布今仔日会使停班停课。因若宣布了后，向县府报备就会使。受东北季风加上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到拜五，北部恒春半岛拢会落大水雨。气象署是提醒讲，今仔日是天气上界无稳定的一天。因若龟山岛因为安全的考量，今仔日、明仔载拢封岛。风真头加碧南溪河边的幼山，靠车入去台东市，市区规片敢若起雾共款。外口的车规台拢调起咱的幼山，民众赶紧伫门口压水，以免风沙吹入来。灰尘太多了哈，都飞进去里面了，所以是。23世纪气象署观测台东有9级到11级的强阵风，有顶一个渗透的风台大雨，加官府伫碧南溪河床的雨风沙水覆坎工程冲歹去，现在沙雨风吹到四界夜飞，连全国地区四界拢是风飞沙。官府局监测台东市的用电指数超过标准值，有时赶紧派车去龟仔路压水，也赶紧来修复这个碧南溪河床水覆坎工程。预计呢，我们会在2周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复原原本的水覆盖的工程。
东部外海风影也真强，绿岛已经起风啊，而且风真透，停伫路边的机车拢坐倒去，离岛客轮已经先停航，渔民也无多出海作业。即马这风大就是咧东北季风吼，即马这9月到降风啊，拢风干透。虽然潭比风台直接来台湾的机会低，也毋过暴风半径会达到280公里，范围是真宽。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23到25较方面的所在，雨会愈落愈大。迎风面的双北以及宜兰，还有基隆北海岸，雨势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宜兰山区。这波剧烈天气，离时是上界无稳定，也是强风效应，这条件上好的时阵，气象署已经启动较大规模大水雨的作业，并且提醒东半部防大水雨，西部是爱防范强风。另外，菲律宾东方海边也有一个热带系统在发展，上近拜五可能发展正水风台空雷，对台湾影响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AI 带动台积电先进制程甲先进封装的需求，同日以有效政治控制4年，咱台湾 IC 产业产值是达到5.3兆，年成长率会达到22%，也若明年有机会继续爬悬，产值有可能超过6兆。来看联合报。宜兰县长林祖苗涉嫌贪污的弊案，昨昏法庭辩论结束，涉嫌贪污罪，检方是请法院爱判重刑。也若宜兰地方法院会伫12月31日下晡2點半宣判。来看中國時報。台北的檢方、台北地檢署指控將台北市副市長裴金新涉嫌配合維京集團和維京華城業用淨率總計20%，導致維京集團112億。向台北地方法院去申請扣押，訂閱開發所有京華城的土地，法院尾後有准，訂閱公司不服提出控告。台灣高等法院是將原裁定內底有關扣押第三人。新公銀行所有不動產這部分撤銷發回台北地方法院重新裁定。來關心立法院伫今仔日會針對明年度的總預算案召開調野協商，調野針對原住民禁止錯樹啊開墾的補償這部分的預算並無共識。行政院主計長伫昨下晡有專工去拜會民眾黨團爭取支持。也讓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伫中常會頂頭有動員，伊講伫今仔日要招2000人去立法院外口聲援國民黨的立委。會結合我們原民朋友，結合醫護的朋友，結合我們農民的朋友，明天也會來力挺我們立法院黨團。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中常會頂頭公開動員，要號召將近2000個支持者，在24下晡踮咧青島東路集合，因為同時陣明年度的總預算案要進行再度的協商。那也不滿行政院無照頂會期的修法，甲原住民禁發的補償金按1公頃3萬調到6萬。雖然行政院長梁博佇總預算編列4萬，也毋過佇個原住民基金編2萬，調也無共識。另外在野黨也認為農糧的收購健保的點答預算嘛無編足，阮梁博為了化解場面，主計總處主計長陳淑珠佇23來民眾黨團拜會說明行政院的方案，盡量大家互相了解啦。因為當前那個民眾黨的立委賴玉珍，他是在裡面算是有動怒了一下。沒有，還好。如果南轅北轍的溝通啊，當然就會有一點生氣啦。哈，公糧收購這個部分啊，農業部他自己還沒有提出一個解決之道。至於健保點數的問題啊，他們也有所承諾，可是最後還是要等到政黨協商才算數。我們不希望原民朋友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為了26億的原民進罰補償金，擋下3兆全民的預算，這樣真的不符比例原則。請讓總預算交付審查，在內政委員會的場域，關心原民的立委們可以在內政委員會針對原民會的預算提出指教。民進黨立委呼籲南北立委要趕緊進行審查總預算，唔通閣操作政治對立，也毋過佇南立北攏有堅持的狀況之下，拜謝調野協商，充滿變數。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中科院和龍德造船合作嘅惠龍創水艦，即馬當地測試，有軍事迷就發表幾隻創水艦嘅相片。佇頭前有看到魚雷講，
专家是表示，这只长水蓝会当讲是缩小版的长水蓝，啊，不过呢，伊会当整合无共款的系统测试，发挥更较大的效果。未来会当直接刷到大型的长水蓝顶悬。全身是白红色的，在具浮出水面，外形敢若像小型的展览。这是中科院甲两地造船合手打造的回龙水下无人载具。今年9月头一摆海试，互看到情形。最近搁再有军事迷看到回龙，为了头前的2句希瑞讲也看甲真清楚。它的设计是要建立一个水下的一个测试载台，那么可以搭载各式的设备，包括声呐，还有就是鱼雷以及鱼雷管。那如果说整合顺利成熟之后，它就可能会移植到正规的潜艇上去使用，如此可以有效的就是降低研发过程的风险以及成本，这一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专家认为，回龙顶是缩小版的展览，会用整合不同系统，发挥更加大的效果。未来直接移植到大型的展览。根据了解，回龙水下无人测试载具的未来规划甲用途，虽然伊属有测试的平台，会用验证多项科学研究的计划，毋是一只只能搭载武器的无人作战舰艇。不过，研发的成果也是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该有可能运用的所在。我们的重点是说，我们可以发展各式各样的水中温载具、水面温载具，但是经过大量的航行验证，然后跟友军做相关的通联或协调，这个比较重要。近期国防部发言人孙立峰是证实，中科院水下无人遥控载具的研发计划是国内新创学术研究，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军民通用关键技术，拓展海洋资源的运用，不是为特定军事用途来发展。国防部是乐观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国进前发动联合来检制控制苏 B 的军演，早暗中国嘅辽宁号航空舰队又搁对东沙附近的海域通过台湾海峡往北驶去。若是外界在关心讲，若是用安尼来封锁台湾要安怎？国防部要安怎应用？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若是甲台湾封锁，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是已经进入战争的行为，全世界经济拢会受影响，国际社会嘛无可能激点点。他现在正在通过台湾海峡，沿着中线以西到北尺。而且将爱中共辽宁号함南编队动态，国防部也公布历规日，将向15架次强机6架次强南交代，中共也伫23透早9点，佮发射长征2号运载火箭飞行路线，经过咱国防空设备区西南部，对台湾地区无危害，并对中共继续武吓。外界关注，那中国透过铺设地带战术，甲妄抓战略实施封锁台湾，咱要安怎应用？禁止所有的这个基建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已经是视同一个战争的行为。经过台湾海峡海上运输的这个产值，大概约占全球运输产值的1/5啊，要达到2.45兆美金呢，国际也不可能坐视不管。郭立雄强调，中共若封控台海都是战争行为，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国际社会无可能接受国军也以相关规划正伫应急作战阶段。中央留意关心，面临战争封锁威胁的时，国内的能源燃料存量甲粮食安全问题。如果这个3个天然气接收站能够顺利的完成的话，我们大概法定的存量大概到达14天以上没有问题。真的是在非常极端的状况下，有一些已经除役的煤的电厂可能会变成一些国安专用的紧急备用的那个机组，把原本到做的部分本来可能比较不是在这方面生产，我们转做这两部分。根据农业部报告，咱国战争时期的粮食计划，包括储备库存未当加过3个月存量，佫会导致当地复经，甲优先种旱季大豆甲短期菜蔬，那农民无法度出海，也会扩大换用比等，是10是成水产。强化这整个韧性上面，后勤韧性，我们的确准备了除了干粮之外的一些便利包或者是即食品，可以方便这个官兵随时可以使用。若本岛爱准备，国防部也会调整瓜地岛存粮，除了将原本救灾物资的加热食餐鸭肉转做战备物资，也传出外岛防区的白米罐头甲烤肉存量，也会提升到会当互官兵食100日以上。那防封锁也规划用空投等方式执行运补。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台积电，即马是互外国媒体点名，讲中国华为有一种高阶的处理器，有可能是咱台积电代工的，而且这个是7奈米先进的制程，有可能是违反美国管制高阶晶片出口去中国的规定。也毋过台积电有随发出声明驳回，讲2020年9月中，因就无搁出货互华为啊，因嘛有主动通报美国的商务部。我想，我们跟一般来讲都是要尊重这些规范嘛，哈，我们会跟这个业者充分沟通。华为确实有可能透过第三方下单给台积电，所以确实是有可能台积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代工了这个晶片。事实上，要做到封锁这件事其实非常困难，去调查实际的出货状况。那最终目标就是要满足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要求。外国媒体即马是点名讲，华为有一款高阶的处理器，即晶片的制程，那亲像是咱台积电的7奈米先进制程。也毋过专家是指出讲，台积电7奈米的制程，伫2019年开始量产了后，中国嘛有可能伫美国政府在扩大制裁华为进前，就有囤台积电的晶片。那美国的商务部嘛有发出声明，讲已经看到相关的报道啊，针对敢有违法这部分，等待调查。美国的麦当劳是爆出讲有大肠杆菌感染的食安事件，计共有10个州拢有传出病例。目前伫美国有49个人感染，其中有10个人送病院治疗，已经有1个人死亡，有可能是肠头也是假肉出问题。咱台湾的麦当劳是有赶紧发出声明，讲咱台湾的原料和美国是无共款的，台湾无问题，消费者唔免烦恼。这样4盎司的牛肉堡，那像是造成美国麦当娜伫10州发生的食安事件的凶手。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伫2日公布美国麦当娜4盎司牛肉堡引起大肠杆菌感染的事件调查报告。目前知影这件事件通报时间按9月27开始到10月11。感染大院的10个人内底有1个人死亡，一个囡仔出现伤着腰子的阳痿性尿毒症候群。这个食安事件发生到当影响10个州，包括 CDC、美国农业部甲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拢介入调查。FDA 官方网站有公开造成这件食安事件的牛肉堡的相片，传出便利的麦当娜店家，最主要是集中伫画面顶头空色的科罗拉多甲深绿的内布拉斯加顶3个州。另外，卫生单位的人采样分析验出大肠杆菌 O157H7型。感染的菜料哪像是切片的葱头，还是牛肉鸭饼？目前传出便利的麦当娜店家已经暂时停卖这款的汉堡，嘛无得用这2款的菜料。那其他的州是无受到影响。这摆事件有验出大肠杆菌的菌株，会致使腹肚加疼、吐老、发烧，若是严重的出现处肺性的落瀉，也有腰子坎坷等症头。受到通膨的影响。麦当娜伫第2季全球的销量4年来头一摆落册，这摆事件恐惊予伊的营运更加凄惨。CDC 调查报告出来了，麦当娜的股票即时落册9%。公视新闻张秀芬编译。Z世代有真侪梦想，嘛有真侪少年家因未来想要做梦想。即马就有大学推出梦想的学位，这是伫爱尔兰。爱尔兰有一间大学，伊伫进前是开梦想的短期训练班的课程。正成功，所以最近呢已经推出科系用4年的学程课程，那头一批有10个学生9月份已经开学。不管是无师自通家做赚大钱的梦想，也是当要家己菜鸟的梦想，学习永远袂伤晚，而且也有大学学位会当摕。It is niche, but it is something that's catching fire, and we began to see it as more of a proper, legitimate role, a legitimate job. 爱尔兰的东南科技大学首先开内容创作甲社会媒体4年制学术学位学程，教导想要加做梦想的人，安怎将 IG、TikTok 甲 YouTube 平台上的内容转换做收入。They're very insightful about social media, so they're really coming with a lot of knowledge.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working in that space already, and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o see how they could do the work they're doing, but have a deeper knowledge of it. 这门课程当初是休学期间开设夏季速成课程，想要到真受欢迎，原本计划招收30人，率先350人报名，经过2年，学术学位学程核准设立。My friends have actually been telling me that
I talk a lot, so might as well make money out of talking. 学校表示，即马大约有70%的行销人员相信网青都是行销的未来，政府也在利用网青向民众传达信息，这当是即马开拓市场的方式。公司新闻为您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科技大公司微软 Microsoft 发布上新的研究指出，诺西亚伊朗中国是存心要破坏美国的民主，尤其是中国所控制的社群媒体机器人，想要影响美国的大选。搁造乌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一寡反对中国的政治人物。继续关心土耳其的首都，土耳其航太工业公司昨昏予人爆炸弹，还佫有开枪攻击，造成4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土耳其的内政部长讲，这是一场恐怖攻击，若攻击嘛造成2个恐怖分子死亡。来关心，台美风台伫今仔日会通过吕宋岛，大水河已经害菲律宾的行仔路咧做大水，本来的庄仔头拢淹去，水是淹到人的胸坎遐尔悬。目前有知影造成14个人死亡，还佫有3万人撤离家园。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新竹有一个17岁的少年家，顶一日赛车伫路口无小让去弄着3个母仔囝，3岁的囡仔互车轮搞着，1岁的囡仔是飞出去，头壳去弄着涂骹，想袂到无驾照赛车的少年人偷赛车的情形是遮尔严重。民间团体就表示，这部分应该爱加强处罚，守法来增加刑事责任。若是囡仔违法，家长嘛爱连带治罪。妈妈手牵大汉查某囝，细汉查某囝用爱，母仔囝驶人过大路，西湾的汽车无停落来，当场就甲弄落去。救护车进来，老母一度唔知人，1岁囡仔头壳撞着涂骹，3岁大汉查某囝跌伫脸仔骹。3岁的女童大腿的部分有一个大面积的擦伤及头部一处擦伤。那1岁女童的部分，因为有撞到地面，造成头部的红肿淤血。代志发生伫新竹县新宝卫生所头前，21下晡4点外，警方调查，这4号开车的人唔拿路口无停互人过，伊个是无驾照开车，而且只有17岁。肇事家属已至本分局说明，本分局已针对肇事者无照驾驶、未礼让行人等交通违规开罚，并对车主将车辆借给未成年使用开罚。为什么要偷车？台北市东湖才发生15岁少年偷开车，造成3死2伤的事件。桃园市中立也有15岁少年开车伫地下停车场乱开，最后家己弄到条仔受伤。加上这摆案件，未成年无驾照开车，伫短短1礼拜内就出现3件。只有罚款的话，对于一个儿少来说，他是不会学习到或者是受到相关的一个教育，也应该要加强这个所谓的连坐对象所应该要付出的代价跟责任。依照国内规定，抓到无照驾驶无造成死伤，这种只有行政法。对象若是未成年，父母敢互你嘛去上道安的讲习。严过尽管基金会建议，修法要暂停刑法，强化这个辅导交替的机制，增加连坐的处罚，互家长爱有所警觉，有效来监督甲教育。专家也分析，道安也有开车这观念要提前来教育。我们的交通教育来讲，在中小学那个区块，大家都是强调在执法，还有就是说如何取缔。我们知道有无照驾驶的学生的话，会有警察机关通报学校，然后由社会单位跟学校单位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辅导。安怎杜绝未成年无照驾驶的乱象？对家庭教育、法令的层面、交通知识教导，伫发生重大的事故了后，即阵拢互一一提出来检查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和教育部有共同推动，要互各校的学生囡仔会当啉牛奶这个政策。对9月份开学推动较大，也是有一寡较大间的学校找无厂商叫无牛奶的货，也是讲真侪是需要老师和学生同齐搬牛奶无用试试，而且保存嘛是一寡问题，互一寡学校真头痛。教师工会是呼吁政府该分牛奶券，互学生家己去领，安尼就当降低对学校的影响。不少学生欢喜到田场来领牛奶，中央自9月起推行班班有牛奶，不过政策上路伫要2个月，有高雄民代接到申请，部分学校连一罐拢订袂到。
学生人数都是上千人以上，教育部又规定1个礼拜必须要有2天喝鲜奶，那这样子加起来的话，那个数字实际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是订不到任何鲜奶，甚至连保酒乳我们都订不到。老师反映，学生数超过1000个学校，因为订购量大，找不到厂商经费。另外，学校爱先付款了后才请款，对经费不足的学校也真吃力。订会到的学校赶快拄到难题。这个就是造成学校目前的困扰，因为第一个你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他在这些过程之中他就没有办法上课，要搬运啊，要发送，要喝，基本上他就是要浪费1节课的时间。教师工会表示，因为利润低，部分业者为了省成本，会一摆将1礼拜牛奶还是1个月补救年上来。安怎存放都真做学校的难题，认为政府应该改发牛奶券，让学生家己去合作通路领，也不过学生甲家长对牛奶券也反应无同。应该是送到教室，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时间。领取的时候是很方便，因为现在便利商店那么多，新鲜度来讲，应该是比较合乎政府给我们的那个美意。高雄市教育局回应，会继续将学校意见反映给中央。教师甲家长表示，认同牛奶政策对学生甲农农业利益良善，也毋过希望政府事先做好配套，而毋是执行了后拄着问题才来补救。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来关心高雄701路有一栋旅馆的10楼，昨早就火烧。你开始闻到臭味，看到乌烟，赶紧带伫内底的人拢走出来，阁有人爬去窗门外口的冷气顶头喊救命。这场火灾有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送上病院。也若死者已经住伫这间旅馆要3个月，火哪亲像是对伊的房间烧出来的，导火原因也搁在调查。房客坐伫冷气护外机顶悬等人救，乌烟对窗仔走出来，场面危急。23透早6点25分左右，这间伫高雄701路的商务旅馆发生火灾，旅客看到乌烟，赶紧落楼。We don't know what it happened. I don't know because we smelled also a lot of smoke. 闻到味道，我们就走下来了，就是看到那个走廊很多烟。起火点是10楼1103号房的门床甲杂物，消防人员接到通报到场上楼拍火，并搜救受困的民众。除了坐伫护外机顶悬的2个人，佮发现对8月就住伫遮1103号房的房客，疑似起火了后逃往1105号房倒地昏迷，送医了后宣告不治。他在1105的房间已经欧卡，那我们也是迅速把他尽速送下楼，马上尽速送医。然后额外还有另外1名是现场的员工。他初期有做灭火动作，做灭火动作可能灭火完到了柜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感觉身体有点不适。火势大约半点钟来灭掉，疑似起火点的房间窗仔外乌麻麻。这个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有风送上病院。逃出旅馆的房客摸到毯仔坐伫户外，心情惊吓。没有，他就说会电话通知，后续怎么补偿这样。旅馆业者并无到场，到柜台人员协助房客办退房顶作业。消防局表示，旅馆8月才通过消防安检，到底详细起火原因是安怎，有待火调人员厘清。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10月31万圣节，这是西洋的鬼仔节，真侪人会去装作妖魔鬼怪去参加 party、参加活动。若是装好了后，想要坐温的乡亲民众爱特别注意，因为台北坐温即摆有发出声明，讲是若是增加伤过惊人，坐温公司是会当拒绝载这款人上车，若是口腔袂听，上当阁会当罚7500。一只大只的野狼坐伫车厢，无细腻，赶紧甲尾溜收起来。这是网友抛出旧年万圣节在捷运的影片，真趣味嘛，真惊人。今年万圣节特别到啊，这个西洋的鬼仔节会有真侪变鬼变怪的打扮。台北捷运公司发出声明表示，若是装甲伤过惊人，去吓惊到其他的乘客，捷运公司是会当拒绝这款人上车的。若是可能唔听，坚持搁要上车，是会互人罚1500块至7500块。我记得他租的是那个木乃伊，他身上泼满了血，然后后来就是被捷运站在门口挡住，不能让他搭上这班列车。应该要避免过于暴露、血腥或者是过度恐怖的鬼怪装扮。对此，民众有无同款的意见？有的民众认为会影响到其他的旅客，会甲人吓惊到，确实是无好，支持捷运公司的规定。大野狼可能在童话故事里是比较反派之类的角色，对吧？就可能才会看到这些会怕，可能还是要自己
骑车或开车去。不过嘛，有民众认为万圣节本来就是一个装作妖魔鬼怪节日，连一寡地方政府拢有咧举办活动，政府应该开放予参加活动的民众坐车，甚至可以当结合万圣节来举办一个活动。那个大家的装备如果几趴，就是有办可能80%之类可以免费，免费管他的，是吗？就是反正我就是要装扮嘛，也没办法。服装业者是建议需要坐捷运去参加万圣节的民众，小几啊卡过奖刀穿这装备，会当到活动的现场才穿起哩。不过业者嘛讲，通常恐怖的不是服装，是伪装。台北捷运嘛表示，捷运是大众运输，建议民众享受节日嘛要尊重其他的乘客。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台中有一个姓柯的民众和伊的女朋友进前去一间导游火锅店餐厅食物件，过顿工身体无爽快，去医生看。伊的女朋友搁住病院住8天，因是质疑讲这鸡卵哪亲像是有问题，希望店头爱赔。不过店头干那互因问问金，送因的，搁讲送因的苹果的礼盒内底，这苹果搁烂的。但是台中的食安处即马检验了后，是无法度认定讲因两个人破病含食物中毒食品有因果的关系。不过当事人即马讲，若是协商失败，因就要提出告诉。诊断证明顶面写患者因为感染性的落痧，排便检出沙文氏的杆菌。台中一个柯先生女朋友最近来这间司机去食饭，了后身体无爽快，怀疑是店内所提供的菜料机能有问题。肉类。然后还有他们请我们沾生鸡蛋当他们的酱料。柯先生讲，8月2号因来西屯这间斯基亚记店食饭，嘛照店家的建议，甲青鸡卵当作饮料。结果双人第2天吐骨流，9月初因两个人都去就医，女朋友搁住院8天。店家来慰问的时阵，送因烂起苹果，互因无法度接受，除了要求赔偿，嘛通报台中市食安处。检验的结果既有1件人体检体检出沙门氏杆菌阳性，食品及环境的检验结果均为阴性。他所提供的诊断证明里面是9月1号去就诊，那中间真的都没有吃别人的东西吗？整个内容里面都还没有办法证实，我们是造责，绝对的造责。食安处9月初日来稽查，发现冰箱压缩机无清气，甲冰箱的菜料无含起来，才会缺失。照违反食安法，命令业者爱改善。9月初5复查及格，对着环境甲食品拢有采验，确定伫个导数人的身躯顶验出沙文氏菌，但佫无法度认定和食物中毒还是菜料有关系。业者嘛透过声明强调，菜料并无问题。有医生建议讲，鸡卵嘛是爱尽量煮好食再去食。切记在敲打完蛋壳以后，接触到蛋壳的手一定要彻底清洁。而避免沙门氏菌的感染。医生表示讲，胃的黏膜功能无好的患者，若是受到沙门氏菌感染，可以引起吐闹症，甚至引起败血症才镜头。虽然每一人对着食青鸡卵忍受度无同，不过若是煮熟了后再去食，若是更较安全，嘛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对2016年开始是实施1礼拜休2天，当时嘛甲7天的固定假日取消，敢若纪念无休假。昨昏伫立法院调开公听会，劳工团体是希望讲，是表示讲，咱台湾劳工即马总工时伫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的国家内底，总工时是上悬的。劳工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甲这7天的假行互劳工。立法院伫拜三召开公听会，讨论是毋是爱增加固定假日。就劳工团体指出，当初伫2016年实施1礼拜休2天的时，政府将周介石生辰、国父生辰兴宪纪念日计共7天的固定假日汰掉，只是纪念无休假。劳工朋友并无反对，不过因嘛认为应该爱讨论新的纪念日，定做固定假日，幸互劳工这7天的假来降低台湾劳工一年的总工时。阮的方向目标是希望使增加固定假日减少咱劳工的工时，看要安怎来增加假日这大家拢会使来做一个讨论。用政府这边会当甲收出来，害阮7天的假，你甲看韩国、甲日本，即卖假佫比咱较侪。
劳工团体表示，台湾目前敢若12天的固定假日，不过日本、韩国拢有15天，台湾是明显较少的，而且以总工时来看，台湾劳工的工时是所有 OECD 国家当中上悬的。为着要保障劳工的权益，学者建议政府应该要增加固定假日，让台湾的劳工有合理的休困时间。我们的特别休假加上这个国定假日的天数，在世界各国来说是敬陪末座，我们只有19天。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我会比较倾向支持国定假日的天数应该在各方评估之后可以有合理的增加。劳工团体嘛表示，虽然台湾目前有12天的固定假日，不过亲像5·1劳动节只有劳工通放假，老师、消防人员这公务员拢无。伫公听会顶悬有学者、劳工团体拢支持5·1劳动节，所有劳动者拢应该斗阵来放假。记者第二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因为即马是数位时代，通好伫网络顶悬听广播、看影片，甚至还可以当看电子册，还有一寡有声册。啊，不过这作品即马是有盗版的集团摕去做无本的生意，用俗价去卖互消费者。立委昨昏就表示讲，在处理庭事顶悬是爱受害者家己开钱去买证据，才阁向警方报案，安尼是不合理的。文化部有回应讲，政府会积极想办法想出对策。数位时代有真多元的影音创作，出版业嘛做真侪电子化商品，比如电子册、有声册等等。23有立委在接触文化部的时，就指出真侪创作者的心血拢变做盗版集团俗价转卖赚乌心钱的目标。但是目前的对策是爱受害者家己开钱买证据向警方举证。有立委就认为这真无合理，嘛批评文化部的态度消极应当改进。文化部基本上可以积极的协助制裁局去认定这个东西，然后制裁局可以再更进一步跟邀请数发部做出数位阻绝的事情，然后刑事警察局的报案当然是同步要进行。明明就有相关手法，可是文化部的态度一直很消极。盗版的网站内底，唔但有前总统蔡英文的有声册，更有知名数位学习平台的课程。盗版卖的介绍含正版比起来，俗要20倍。立委就批评盗版集团做这款无本生意，严重伤害台湾的内容创作产业。文化部是回应讲会积极研究对策。另外有学者指出，像这寡被盗版的网站，政府就积极下国协调合作。要证明说你的确著作权已经受到侵害，然后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然后由那个相关的一个行政命令或者司法面做了一个相关的措施，要求这一些个，比如说电信公司不要去那个解读这个盗版的网址的内容，这个是现在比较新的做法。因那境内的部分，伊嘛既然含做参考例，因为设立防制盗版的专职行政单位来主动监控杂志盗版。学者表示，这款盗版的手法愈来愈多，希望政府通对各方面积极面对，维护台湾的创作环境。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咱国内即马电动车的起草是愈来愈好，愈来愈增加。立委即马是表示，伫全国有148间大专校院，也毋过加起来，敢若有217个停车位有提供电动车充电的设备。即马就有学生囡仔惊讲驶电动车伫学校伫内底会掉车，转向立委陈情，希望赶紧改善这个问题。赛车伫政治大学校园内底，踅来踅去，就是找无电动车通充电的车位。毋但政大有立委统计，阳明高大、清华、台师大等等大学拢有这款状况。全国148间大专院校，通互电动车充电的停车格加起来只有217家。立委收到陈情，希望伫校园内增加电动车停车格甲充电设备，有同学感觉真有利。我觉得可以增设啊，现在很多人就使用电动车，就是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东西。那学校如果有增设的话，学生当然会更方便。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到今年顶半年，国内已经有8.7万台电动小客货车登记。顶半年新领牌的电动车超过19000台。电动车充电需求增加，中央有管理办法规范，但是大专院校的停车场是无规范。中央交通部有规定啊。有这个管理办法的规定，就是公有2%以上，民营1%以上。所以我希望教育部啊回去跟大专院校哈，就是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定一个比例啊。目前哈是大概由各大学它依自己校内的需求，
跟规划在进行中。那有部分是对外营业，还有部分是没有的，来增加这个充电桩的停车格。那我们一定会带回去跟学校这边宣达。那也希望说，学校应该要适时来调整。但日式充电条继续无俗，有学生建议电路较旧的学校爱先甲电路整理好势较安全。因若政治大学也算过，设一支充电条成本爱9万左右，来牵涉工程、线路等等，起6支充电条大约爱100万，毋是细条钱学校当咧评估。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来看，为着要互科学的教育愈来愈普遍，国科会有搭着一台科学的环岛火车。昨昏这火车驶到南台湾，内底除了有 AI 相关的议题，嘛有地动科学的主题。伊嘛伫高雄甲屏东的车头大厅有设科学活动的单位，互学生囡仔哪算哪认捌科学知识。还有562小朋友虚拟世界的科技，大家可以玩玩看。上测完 VR 测完到吐了3天，所以要小心哦。用无共的网架角色，甲学生囡仔解说 AI 伫咧网架内底代表的技术。这节火车正做一个科学的教室。国科会主办的台湾科普环岛列车，由全台湾19个大专院校、27间高中的学生，家己去设计科学的游戏，也有单位，互学生囡仔家己带人来算，邀请各地学生囡仔做伙坐火车算科学。主要是爱动手，然后迄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因解说，互因知影讲变成是看起来无啥的现象，其实后壁拢有科学。这班火车23来到南台湾，高雄市有400个学生囡仔上车做实验，80个车手拢有无同的主题，对地动的管理到5G 通信安全进化，囡仔拢紧看，真好闲。今年科普环岛列车沿路经过16个县市，毋但是伫咧火车顶，或者是各地火车站，透过一寡趣味的科学单位，互囡仔哪算哪学无同的科学知识。多了这个列车让孩子从实际上的操作上面可以学习到科技的运用啊，科学的相关知识。源头就是要有好奇心。那我们借由这样活动就启发我们从国小到国中的同学，对于我们自然界生活中的各种事物，能够启发你们要去发现问题。台湾科普环岛列车到达已经办9年啊！国科会利用宽带铁轨路打造一班科学专车，希望将科学的种子压到台湾的每一个所在。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伫咱台湾的山区有一种食人类的动物，黄叶猫，就是麝香猫。即马因为开发的关系，农业部有去调查因上新的位置，即马根据调查发现讲，伫海拔1600公尺的所在，头一届发现，最近佫发现讲因敢若若集中伫海拔1750公尺以上，即马看会出来，这款黄叶猫的族群有向较悬海拔的趋势。暗时才出现的动物鸯鸟，真罕的伫历史出现，而且有看到。台湾本土鸯鸟是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大部分的人有听过，也毋过毋捌看过。研究人员伫1807年看到翕相机互伊弄倒的画面，有时开始研究。他跑来闻我们的相机，然后把我们相机撞歪。为伫高雄的电机研究中心，对18年开始选定样区来架设红外线自动翕相机。1803年头一摆发现伊出现伫1600公尺以上的所在。1812年了后，甚至发现伊更加定定出现伫1750公尺以上的样区，显示伊的活动范围可能正伫转移，往更加悬的所在传去这进行。推测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人为的干扰变较大所造成的。人为的干扰一些游荡动物它的一些影响，然后迫使它或者是促使它往我们这些地方移动，因为我们这地方其实几乎没有人烟，它生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害羞。最近10年来，电机研究中心伫1500到1800公尺。规年拢有发现鸯鸟伫活动，研究团队又讲，鸯鸟毋但是经过，而是已经发展真侪小小族群。研究也发现，台湾鸯鸟无食咖比豆，主要是食虫啊，也会吞草拍虫。翕相机也翕到鸯鸟伫咧食这些鸟翅，2口就吞下去了，就离开了，可能是比较紧张型的，它就吃了就跑。
社鸟虽然叫鸟，但佮毋是鸟，分类属灵鸟科，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关键作用。不过，伊相关生态甲分布模式，依然爱继续研究。研究团队讲，尽管伫定期的样区出现指数算讲悬的，不过伫全台整体数量恐惊也伫减少。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中华的中华馆有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有登录10部奖，28位保存者。也若今年佫新增加新名纸簿保存者郭金忠，也佫有插小灰仔编织的保存者叶志成。官府特别伫昨昏举办授证典礼，感谢艺术的付出，嘛希望因继续传承传统的工艺文化。一顶一顶功夫有路的新名纸簿是艺术郭金忠的作品。伊除了是中华馆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装笔的保存者，今年佫得到新名纸簿保存者的认证。郭金忠表示，新名簿分做纸簿、银簿、金簿，甚至有马口铁仔做的新名簿。传统手工制作的新名纸簿，对身价佮有整体的寸尺比例，拢特别讲究。传统的纸簿就是较讲究这较下身，吼，就较缩结，吼啊，吼，这个欣赏看的较完美，吼，对这模型你爱对这个官位，吼，甲这个传统的迄个爱真了解，吼，伊爱研究看真侪古早咱这个古早剧，吼，啊，这个内底。看无，甲我戏曲内底一寡看无，你拢爱去看。今年另外一位受认证的是插小灰仔编织的保存者叶志成。小灰仔是魏书前时代就有的技法，流传千万年的时间路。过去就有灰仔编织的这门手路，但是已经强被失传。叶志成为30-40年前开始投入灰仔编织的创作，嘛过来在推广这项工艺。古早都有这个方式啦，但是不成熟，因为这种物件吼，会死会工，无人要做。啊，无人要做了，传承下来真少。啊，我是以阮的老师傅吼，伊的口中甲咱传承讲，啊，伊早有人安尼做，啊，咱才会揣摩，慢慢把它延伸出一个特色出来。目前中华馆的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计共登录有15种28位的保存者，包括传统木雕、高丁彩绘、电绘等等。今年也有12个文化部核定的传习计划，官府也感谢艺术的推广传承，和传统工艺继续探进。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南的新市社内社区长期在推广台语文，因伫有出册，最近伊嘛开始写歌写词结合乐器，用音乐来消解地方丰富多元的人文和历史。学员去感情头家发表这首家己写词谱曲的新港乱歌，用新港写甘地树木树等元素，甲夹伫歌词内。成立在一当来，台南新市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那出册并说推广台语文，这回为了庆祝台南400档，社区办新古典，透过不同族群的歌谣表演，要呈现在地丰富的人文历史。阮搁伫幼儿园到目前，全部新市的幼儿园吼，做起一间新的伫遮吼，我嘛是过遐推展。在地文化吼，若要传传歌谣呢，是一条上介紧的路。我感觉歌谣呢，确实呢。会当互真济即个社区的乡亲，大家呢共同参与，啊嘛永远的记伫个心内。现场表演对时代也歌谣，荷兰时期诗歌，嘛有报歌甲古诗词，互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台语老师陈洪正讲，古诗词用台语吟唱上到达。另外嘛特别加入琵琶甲弦仔等乐器来演奏嘉南平原传统歌谣、有类歌，兼家己做道具。就家己用报纸，用迄个嘿来做即个德味啊，阮。家己大家共同来做这个犁头嘛，做甲足成的。弹出去啊，但是弹咧一定爱有结合在地的迄个生活，所以阮今年文化就希望伊将这个部分结合着咱的民俗啊，并且是伊未来生活的教育的一项。地方一步一脚印，豆豆咧摄石，用阿娘的话唱出土地声哨。文化局毋忘未来，嘛通甲遮写作经验分享去各地头。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另外，美国职业篮球 NBA 新的球季起稿啊，头一天就有新的纪录甲新的画面。这是洛杉矶湖人对39岁球星詹姆斯甲伊的后生是同齐上场，嘛正做史上头届同队上场的伯仔囝。湖人队尾也是拍赢，嘛摕到这一季头一场的胜利。History
Tonight, the first father-son duo to play together in an NBA game. 第二节比赛，阁剩4分钟。洛杉矶湖人当时换球星詹姆斯甲伊后生布朗尼，创造 NBA 纪录，互因加做 NBA 史上第一队刚对上场的爸仔。No matter how old I get, no matter how my memory may fade as I get older or whatever, I would never forget that moment. Focus on going in as a rookie and not trying to mess up. But yeah, I mean, I totally did feel the energy and. Yeah, I appreciate the Laker Nation for showing the support for me and my dad. 不过布朗尼虽然接到爸爸传球所无把握机会得分，伊真紧就被换落来。这场比赛伊上场2分31秒，2摆投篮拢无丢，另外一个篮板。爸爸詹姆斯上场35分，攻16分5篮板4助攻，带湖人110比103打败灰狼，收开门红。公司新闻单位因朋友。天气报道在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20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